大家好，成语用闽南语如何表达才贴切易懂？来，跟我一起走进古早话推广协会吧。成语甲台语对照，有眼无珠，即句台语要安怎讲？目睭顾到喇叭，咱做伙搁来念一遍。有眼无珠，目睭顾到喇叭，易如反掌，即句台语要安怎讲？倒顶年干，咱做伙搁来念一遍。易如反掌，倒顶年干。学习如何把成语变成闽南语，让你在沟通更练邓、更自信，很有趣哦！请听，请看，请订阅。